當一個紅咗一世人嘅人徹底同熒幕講拜拜，一個時代究竟留低咗啲乜嘢？89歲嘅謝賢悄悄咁走咗，佢留低嘅最後一句對白係：做咗呢行就要撐到底。由破產少爺到江湖教父，由黑白長片一路拍到85歲攞金像獎影帝，佢用一生詮釋咗乜嘢叫真正嘅瀟灑。2026年7月16號，香港影視圈一個響當當嘅人物走咗，俾大家叫咗一世嘅四哥謝賢。喺屋企人陪伴之下，行完咗89年嘅人生。隨後佢個仔謝霆鋒同埋個女謝婷婷喺網上證實咗呢個消息。謝霆鋒喺貼文入面寫得好克制，佢話父親一世人都深深紮根喺影視同娛樂呢行，全副心機都放喺點樣將快樂同笑容留俾觀眾。佢仲引咗父親生前最中意嗰句說話，意思係話一場戲一旦開咗場就要繼續做落去。謝霆鋒對關心佢哋嘅朋友講：大家唔使太傷心，只要心入面仲記得嗰個永遠咁有魅力、帶住笑容嘅身影，對父親嚟講就已經足夠。為咗辦好後事，謝霆鋒即刻推遲咗原本要喺青島舉行嘅大型演唱會，低調趕返香港。謝賢呢一走，絕對唔止係一個老演員嘅人生落幕。如果你將時間線拉長嚟睇，就會發現佢嘅人生軌跡幾乎同香港流行文化嘅演變完全重疊。佢經歷過黑白菲林嘅年代，撞正彩色電視嘅黃金爆發期，亦都趕上咗大銀幕商業電影嘅狂歡。一個人活成咗半部香港影視發展史，呢種跨越時空嘅生命力喺成個華語娛樂圈都係鳳毛麟角。想睇明佢呢一生嘅瀟灑，我哋要將個鏡頭拉翻去好多年前，睇下嗰個風雲變幻嘅舊時代。1936年，謝賢出世喺廣州一個幾富裕嘅家庭，原名叫謝家玉。喺屋企8個兄弟姊妹入面排行第4，呢個就係後來大家叫佢四哥嘅最早源頭。嗰陣時，謝家喺廣州開緊金銀號生意，家底相當殷實。佢細個過嘅係標準嘅闊少爺生活，但係喺嗰個年代，個人嘅命運根本擋唔住時代嘅巨浪。戰火一嚟，龐大嘅家業話冧就冧，一家人被逼擠喺香港，由頭嚟過。最致命嘅打擊發生喺佢16歲嗰年，父親突然離世，成頭家嘅經濟支柱瞬間塌晒，由一個無憂無慮嘅富家少爺變成要即刻擔起成頭家嘅頂梁柱。呢種落差只喺一夜之間。為咗養住母親同一班細佬妹，16歲嘅謝賢被逼輟學。1953年，後生仔謝賢憑住出眾嘅外形考入咗演員訓練班。第2年，佢就參演咗自己第一部戲。雖然當時淨係個小配角，但嗰個樣貌英俊、氣質瀟灑嘅後生小生，即刻捉住咗觀眾同電影公司嘅眼球。嗰個時期嘅香港，啱啱經歷完戰後重建，大眾迫切需要一種新嘅都市男性形象嚟寄託對好生活嘅想像。謝賢正正喺呢個節骨眼橫空出世，無耐之後佢簽咗約俾當時聲名顯赫嘅光藝影片公司。喺成個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佢係黑白粵語片入面當之無愧嘅首席小生。佢著返件剪裁得體嘅西裝，舉手投足之間帶住一股天生嘅風流倜儻，好快就風靡咗成個東南亞。1957年嘅《血染相思谷》，1960年佢喺銀幕上首個演楊過，都令佢紅到發紫。嗰陣嘅謝賢單憑一己之力建構咗戰後早期香港都市男性嘅時髦範式，大家先發現原來東方男人都可以生活得咁浪漫、咁瀟灑。由黑白行到彩色，行到60年代尾，香港電影工業面對住一場巨大嘅技術變革，傳統粵語黑白長片開始走下坡，觀眾對單調嘅拍攝方式同陳舊嘅故事漸漸失去興趣。好多同期演員因為適應唔到呢種變化，慢慢被市場淘汰。但謝賢冇等命運嚟安排，佢主動行到幕後。1967年，佢創辦咗謝氏兄弟影片公司，開始嘗試自己做導演、寫劇本。佢推出咗《冬戀》同《明日天涯》呢類彩色文藝電影，
甚至同當時嘅玉女掌門人蕭湘組成咗紅極一時嘅銀幕情侶，由屏幕前嘅演員轉變成掌握話語權嘅創作者。喺產業陣痛期，佢為自己闖出咗一條新路。去到70年代尾，電視機開始行入千家萬戶，香港嘅市民文化迎嚟電視爆發期。謝賢敏銳咁捕捉到呢個信號，毅然加盟無線電視，呢一步徹底奠定咗佢喺細熒幕上嘅霸主地位。1978年佢演咗蕭十一郎，1980年佢喺《千王之王》入面飾演羅四海。羅四海呢個角色實在太深入民心，戲入戲外，大家都叫佢四哥。呢個稱呼就咁樣伴咗佢後半世。後來佢同汪明荃搭檔合演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，飾演風度翩翩嘅阮碧星，直接創造咗香港電視史上嘅收視奇蹟。緊接住喺1983年版嘅《射鵰英雄傳》入面，佢又飾演咗性格複雜嘅楊鐵心。由黑白大銀幕上嘅都市少爺，到彩色電視入面義薄雲天嘅英雄豪傑謝賢，用幾十年時間將自己深深刻喺幾代人嘅集體記憶入面。85歲攞影帝，跨過千禧年之後，香港電影嘅格局發生咗天翻地覆嘅變化。呢個時候嘅謝賢已經唔再擔正主角，但佢並冇離開大銀幕。喺2001年嘅喜劇電影《少林足球》入面，佢飾演咗大反派強雄。喺呢個角色入面，佢完全放低咗後生時代嗰種瀟灑堂堂嘅男主角光環，用一種近乎自我解構嘅方式，將反派演得令人印象深刻。對好多後生一代嘅觀眾嚟講，呢個就係佢哋對謝賢嘅第一印象。真正令佢重返藝術巔峰嘅係佢喺80幾歲時迎嚟嘅一部電影。2021年，香港推出咗一部叫《殺出個黃昏》嘅電影。當時身兼監製同聯合編劇嘅林家棟頂住巨大創作壓力，專登為謝賢度身訂做咗田立秋呢個角色。林家棟嗰陣嘅諗法好簡單，就係希望透過電影拉近兩代電影人嘅距離，為老一輩藝人嘅退休生活注入一份新活力。面對呢個邀請，謝賢展現出令人敬佩嘅專業態度。佢喺拍攝期間付出咗極大嘅專注力，甚至創下咗連續拍18個鐘都唔喊攰嘅紀錄。好多打鬥戲份，佢都堅持親自上陣。喺呢部電影入面，謝賢展現咗一種極之罕見嘅衰老美學。佢除低咗戴咗幾十年嘅招牌墨鏡，剃去咗身上所有明星光環，低調演繹咗一位唔肯默默退場嘅暮年飛刀殺手。成部電影冇賣慘，亦冇刻意煽情催淚，用一種帶住荒謬同幽默嘅方式，道出咗老人家喺社會邊緣嘅孤獨，亦拍出咗老一輩人對生命尊嚴嘅堅持。2022年7月17號晚黑，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現場，85歲嘅謝賢憑住喺《殺出個黃昏》入面極具說服力嘅演出，攞咗最佳男主角。呢個榮譽直接令佢刷新咗金像獎有史以嚟最年長影帝嘅紀錄。喺呢個之前，呢個紀錄係由喬宏同太保保持，佢哋得獎嗰陣都係70歲。謝賢將呢個年齡標杆足足推遲咗15年。當公布名字嗰一刻，全場所有後輩演員同電影人全體起立，向呢位老前輩致以最熱烈嘅掌聲。嗰陣謝賢嘅身體狀況其實已經唔太好，行上紅地毯時依然保持住巨星氣場，但係喺台上領獎嗰陣，佢嘅感言非常簡短。佢話：多謝大家，我唔太識講嘢，我就攞住呢個獎座。呢句說話雖然短，但分量極重。3年前佢攞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嗰陣，曾經許下承諾，希望將來仲可以拍多啲好戲俾大家睇。3年後，佢用實力兌現咗自己嘅承諾。佢用呢個最佳男主角證明咗自己嘅職業尊嚴。佢冇止步於做一個過氣明星，佢係真真正正用一世人去創作嘅演員。父子恩怨與和解，講到謝賢就避唔開佢個仔謝霆鋒。父子二人先後攞過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咗香港電影史上絕無僅有嘅父子影帝。然而喺呢份耀眼星光背後，佢哋之間嘅父子關係卻經歷咗長達數十年嘅張力同波折。謝霆鋒出世嗰陣，
父母正處於人氣嘅最巔峰，佢出世第一個星期就上咗雜誌封面，可以話係帶住媒介原罪出世嘅新二代。同白手興家嘅父親好唔同，謝霆鋒細細個就活喺聚光燈同狗仔隊嘅鏡頭下。到咗80年代同90年代，謝賢嘅個人生活經歷咗多次變故。1974年，佢同陳陳結婚，2年後分居離婚。1979年，佢同狄波拉結婚，到1995年再度離婚。由於投資失利，謝賢背上咗巨額債務，家庭破裂同債務壓力俾後生嘅謝霆鋒帶嚟咗沉重負擔。1995年父母離婚嗰陣，佢先得15歲，到16歲嗰年，據講為咗替父親還債，佢被迫簽約英皇娛樂入行做藝人。呢種帶住經濟契約性質嘅出道方式，令後生嘅謝霆鋒對父親產生咗好強嘅逆反心理。喺謝霆鋒嘅成長記憶入面，父親代表住呢頭家入面威權同嚴厲嘅一面。早喺13歲嗰年拍賀年照嗰陣，謝霆鋒因為唔願意扮出假笑容，甚至俾母親長期壓抑嘅成長環境進一步加劇咗父子之間嘅碰撞。除咗生活上嘅矛盾，兩代人喺藝術認知上亦存在住巨大分歧。謝賢好長一段時間都俾外界睇成一個淨係靠外貌同魅力嘅明星，而謝霆鋒就一直好想用拼命嘅演技嚟證明自己。2011年，謝霆鋒憑電影《線人》攞金像獎影帝，佢喺台上嘅得獎感言帶住後生人嘅驕傲，開玩笑咁話：父親一世人都係做明星，根本算唔上真正嘅演員。呢句說話道出咗佢多年嚟想超越父親嘅執念。幸運嘅係，呢種橫喺父子之間嘅冰山，最終喺歲月流逝入面被融化。和解嘅第一個契機來自日常生活嘅美食。謝霆鋒後來創立咗自己嘅美食品牌風味，佢專登向母親請教廚藝，開始頻密咁落廚為父親整圍。性格同樣倔強嘅兩父子喺飯桌一碗一碟之間橋到咗溝通嘅橋樑。和解嘅第二個契機來自專業層面嘅敬重。2022年，85歲高齡嘅謝賢憑住精湛演技捧起最佳男主角獎座嗰陣，謝霆鋒第一時間送上祝福。當年嗰個年少氣盛嘅仔，終於親眼見證咗父親作為演員嘅終極實力。呢個唔止係一場家庭內部嘅情感和解，更加係兩代香港電影專業精神嘅握手言和。瀟灑嘅社會面具喺香港文化嘅長河入面，四哥呢個名好早已經同瀟灑呢兩隻字綁埋一齊。呢份瀟灑唔淨止係做戲嗰陣扮出嚟嘅派頭，更似係一種刻入骨入面嘅生存紀律。就算行到人生最後階段，謝賢依然努力維持住作為公眾人物嘅體面。即使喺2026年4月佢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嗰陣，因為身體原因不得不坐輪椅，但佢件內身裝束依然一絲不苟，墨鏡戴得穩穩陣陣，氣場依然係嗰個叱咤風雲嘅巨星。呢種瀟灑本質上係老一輩藝人嘅一種職業修養，佢哋將自己嘅身體同形象睇成一處唔可以塌方嘅公共景觀，絕對唔容許公眾睇到自己狼狽嘅一面。互聯網令信息傳遞變得極快，但亦令名人成咗謠言嘅箭靶。謝賢晚年亦曾經被逼面對唔實嘅網絡傳聞，最為人記得嘅一次係2019年，當時網上一度流傳83歲嘅謝賢已經離世嘅消息，更加有唔實細節被添油加醋咁散播開去。面對呢類毫無根據嘅謠言，英皇娛樂同謝賢家屬及時出面澄清，謝賢同前妻陳陳一直保持住深厚友誼。陳陳接受訪問時亦直言呢種報道實在唔應該，並表示以謝賢一向規律嘅生活習慣，其實身體一直保持得幾好。呢類不實傳聞一直俾屋企人帶嚟困擾，但亦側面反映謝賢喺大眾心目中舉足輕重嘅地位。就算行到耄耋之年，大眾依然對佢充滿關注。謝賢嘅瀟灑並唔係嗰種不食人間煙火嘅完美形象，佢身上亦有老一輩香港藝人真性情嘅一面。其中一段插曲發生喺2015年嗰陣 ，TVB 錄緊一個節目，謝賢同曾江因為拍攝安排一時起咗爭執，現場氣氛一度失控，雙方發生咗肢體衝突。過程之中，曾江嘅眼鏡亦跌咗落地。呢件事喺當時引起唔少關注，但事後謝賢並冇迴避，亦冇選擇冷處理。佢好快就親自去醫院，他
探望曾江，兩位老友並冇因此傷咗和氣，好快就重新和好如初。事後行內人回望呢件事，都覺得係兩個坦率嘅人一時衝動嘅小插曲，最終亦以真誠嘅方式重歸於好。謝賢嘅離世，標誌住嗰個充滿浪漫色彩嘅粵語電影黃金時代，又少咗一位重量級嘅見證者。佢個名已經沉澱成一種特定嘅文化符號，甚至喺近年嘅無厘頭喜劇入面，依然聽到老友話問一句邊個紅得過謝賢？呢個唔只係對一個演員嘅讚美，更加係大眾喺潛意識入面對佢作為時代天花板嘅認可。呢一生有喜有樂，有爭議，都有輝煌，但佢始終保持住嗰份近乎執着嘅體面。面對呢位傳奇嘅離開，我哋或者唔需要沉浸喺悲傷入面，畢竟嗰個唔係四哥遊戲人間嘅作風。只要記住大銀幕上嗰個永遠帶住墨鏡、自信微笑住嘅瀟灑背影，呢位老藝人留俾香港電影嘅溫度同風骨，就會一直留喺我哋記憶入面，成為光影歷史上一塊永遠唔會磨滅嘅黑道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歡迎訂閱我哋頻道，我哋係 Hazel 娛樂，下次再見。